还是这么无赖出来，叫这个你瓜子皮。哈哈哈！我一瓜不瓜，委屈老呀！对。
你听到人家气问，娘什么学问啊？哎呀，娘活了这么大年纪，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嘞。哦。
就叫二神这上请谁下官一番。老爷，你别出了。就叫二神这上请谁下官一番。老爷，你真出了。那你家可是孤兰大吉，请问哪一位是孤兰姑娘？是是啊，都是，什么是啊，都不是。哎，那又是把道理，要是道理吗？老爷，你来夸。
少了。我呀，你呀，老爷夫人，请看他真高。哦，快有请。哎呀，夫人，请看他。来呀。辛劳了，这是一定一时万交啊！也请我费4次客气。想当初曾经路过此地，今日9天中午，怎不叫人滚开万千呐？其次呢，就家恩人才一个不足。这样恩大人，外甥我几经对战，入了又走，跑了又跑，好不容易才做到救家人丈夫来不了，如今他正不将这花园完了呢。也请你老婆公告，给我追命身上尽到处多谢恩师大人，请那救家人出来见我。有请救家人丈夫来姑娘。姑娘这个大圣请唐僧为兵不息，说明与我不愿进宫，叫法师此案与张相亲，钟相亲。向你杀生老子登基皇上，理当重赏。是不是我本丞相当年救驾时两表大给，预备城堡身上？请姑娘上给大人请。大圣
我生之在此，明我将你捉拿回
哎呀，夫人，此次来，我们只有这条路了。这条路啊！弟弟母亲，此事不可，此事不可呀！你爱的亲我老弟，在老面前不来在此情相依，是
上身，多亏你陪陪我在，只有情人。曾经金堂重启，自己深深里。
就是出大富翁，却当不好，也就不怪罪于你。此话当真，知府是冤呐。本身你看我是谁呢？就叫人招来呐。我并不是张过来。这个寡人早就知道，乡亲当中并不是假的为你，不能叫你孤单为你，让他看去。本身我上次还有救驾之恩啊。本身，我比你刚才多吃2只杯酒，将此酒来了。我并不救罪。那，莫开这话，万事不知有。本身我愿弃君之身。好，上于无罪。本身我并不是张过来，乃是冒名顶替的蒋有礼。百岁。
先生来，这个倒也是拉不来呀。哎呀，我怎么会知晓嘞？你怎么连自己亲生娘的事情都不管了？呀，我二心是好嘛，你还是嘞？哎呀，我好迷糊啊！亲弟，哎呦，我没错，哎呦，我辛苦。林老爷夫人，他是先生来了，他还为皇帝你，他是不正不了气。哦，怕怕有情，月心他是先生。参见老爷夫人，先生夜里，谢老爷夫人。先生年少风流，只要是来功德到找我。我本是有点眼你，这却自首来吗？哦，也不进入你了。实在听要说一声，先生不但为可想，还为此病了。是啊。一包中真是香，一柄茶子一串香。你来朝生都能知啊，也到平子把灵光。这次请先生为我家夫人喂马。好，去哪？哎呀，先生啊，我这什么病啊？一方人马想推想起来，夫人是来心病啊，心心病。哦，讲夫人心中定有所思，总是闷闷不乐，thời常发现气血不散，所谓心。哎呀，哭得真，哭得真真。先生，我夫人治病可是说方便，方便。只要夫人把心中的事痛痛快快讲了出来，家子得得，夫人的病马上就会好的。哎呀，先生。先生不在，想是高明，这一问也是高明喽。真不真当场是年龄不灵，过后也自己这里也都不妨为我出个事，夫人要出事，好去吧。哦，他去。哎呀，什么事？是个冤事，阴事。先生是个冤事。老爷夫人，这个阴事可在何平？谢谢我变化无穷啊！先生，那么你慢慢吃下来。老爷夫人坐下来，慢慢地听我讲。老爷夫人，听
怎么为之笑嘞？老爷夫人，自古道人为养，与为义，人养与因，本今为你相同，一家居。一定相同。或许你是先生开口修理，先生，还不是女眷是哪一位呀？老爷夫人，咱们女眷大有恩，听出一字，给我明灯云。这一次乃是推中我一生，此生是你长大去。老爷夫人，对女必传亲情谢经理，哎，还不知这千金也是在哪里呀？不知不在哪里？知，举东人。江小兵，我就是他们的女儿哦，哎，先生，这次下去。老爷夫人，不要急忙。二将军子，他快听，听出他是人也去。啊是。老爷夫人，别快，因此里面是个大事，大事取恨，下面加一看，就这一步还是。这是弟兄弟哟，世界上老爷夫人莫有人，他是他家官，他家公，老爷他家要亲去。哎呀，恭喜老爷，恭喜夫哎人。呀，先生啊，怎么嘞？为个千金要教他语，朝阳东升，东皇去。哎呀，先生啊，我越进宫进不起，我要不进大西方嘞啊！哦，老爷夫人，今天老爷莫睡觉，万岁报销的王朝，只求一毛生子龙三十之内。这个夫人怎么样？万岁到了200人我面前，承诺一声国丈大
生，哎呀先生啊，人生哦用药不用药，开心不开心哦。老爷啊，今日之茶，嘿，不要说小心一点。先生，吃下去，吃下去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粤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粤剧22，粤剧22，记得是拼音粤剧22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粤剧名家名段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名家名段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就都是粤剧的名家名段了，每天都为您免费推送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